第12條咧，關於摩亞波 polynomial 嘅題目啦。咁假設 f(x) 咧就係一個 polynomial 啦。當 f(x) 俾 x square 減 5x 除嘅時候咧，嗰、個嘅 quotient 就係 x 加11，而個 remainder 咧就係 74x 加 k。好啦，你見到呢一行咧，你即刻可以寫到個 f(x) 出嚟㗎，就係將嗰個嘅 divisor 乘翻個 quotient， 再加個 remainder， 跟住就乘開佢啦。然之後就化簡就得㗎啦。然之後後面呢句講咩咧？當 f(x) 俾 x 加3除嘅時候咧，個餘數係-100，亦都即係話啦，根據 remainder theorem 咧 f-3 咧就係-100，因此啦就咁樣寫啦，-3嘅3次方加6乘-3嘅2次方加19乘-3再加 k 等於-100，k 咧就會計到係-70啦。睇翻題目咯 ，Part A 揾 f(x) 喎，唔係揾 k 喎，小心啲。所以啦，寫翻個答案出嚟 ，f(x) 咧就係 x 3次方加6x 2次加19x 再減70啦。咁 A part 咧就做完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到 Part B 啦，就問啦 x 減2咧究竟係唔係呢個嘅 f(x) 嘅因式？問佢係咪 factor？ 其實即係問緊咧。F2 是否等於0啦 ？OK， 咁你咪計一次咯。Part B，F2 咧其實就即係 x 代2啦，2嘅3次方加6乘2嘅2次方加19乘2減70，即係8加24再加38再減70，咁計到咧係0啦。咁所以你就寫啦 ，x 減2。is a factor of f(x)